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39回，悟空擒玉兔。其實呢，悟空佢係冇離開到天竺國嘅。悟空變成咗隻蜜蜂仔，飛到去唐僧嘅耳邊，細細聲咁講：師傅唔使驚㗎，我嚟啦。唐僧咁先至定啲啫。呢個時候，班宮女簇擁住公主就過嚟舉行婚禮啦。悟空見到公主頭頂有妖氣，於是就話俾師傅聽，公主係假嘅。悟空變出咗原形，舞起咗金箍棒，向住個假公主就打咗過去。公主即刻變身逃跑，淨係留低一套衫啫。悟空喺御花園度追上咗嗰隻妖精，嗰隻妖精呢係用一支一頭粗一頭細嘅短棍，佢舞到成天都係棍影。悟空呢亦都變到成天都係金箍棒圍住咗隻妖精。妖精驚驚青青咁走咗入一個山洞裏面，然後用石頭塞住咗個洞口。悟空趕過嚟，撬開咗洞口嘅大石頭，將妖精逼咗出嚟。幾個回合落嚟，妖精頂唔順啦。悟空啱啱想話一棍打落去啫，嫦娥仙子就駕雲而嚟喎。嫦娥仙子話：大聖，手下留情啊！佢本來係月宮嘅玉兔，偷偷下凡，雖然做咗壞事，但係都未傷人命啊！請大聖你饒佢一命啦。悟空呢諗咗一下，兔仔都幾得意嘅，咁又冇傷人，算啦，就同意咗啦。嗰隻妖精見到主人之後就現出咗原形，變成咗一隻白雪雪嘅兔仔。嫦娥抱住玉兔就飛返去月宮啦。悟空返到去宮裏面之後，就話俾國王聽，真公主喺布金禪寺。國王同皇后聽咗之後，即刻就出發去見自己個女啦。公主一家人久別重逢，攬頭攬頸咁喊咗起身。唐僧師徒亦都戥佢哋高興，相互拜別之後，師徒4個人又繼續上路啦。